我怎不么了？我故乡不没戏，啊，婆罗皮婆拉热巴提婆哟哩。妈莫娘兄么啦，红兄结束没戏，啊，婆罗皮婆拉人之长莫哟哩。妈莫娘兄么啦，红兄结束没戏啊，婆罗皮婆拉。你妈给的大盘站站，真的站站里的丢，旁边莫忘记跟大木姐跟大木女去那谁的对啊？妈啊！你妈给的大。啊，不抢这些，在这里走啊！领导的啊，40斤这玩意儿没看见到。多么的机智，从本白马往前呢，娘都接信老家用一了。我这插进囊记得从零天几把东，看起来我个人从本白马往前呢，老比看上去娘都可没那么为草为引导东，嘎都家长里嘎的家里自己俺们比多么的比我这，卡比将士人主打的先比阿米我个去，阿龙塔他话等才是几把，上等的一边这比，扎西点了不去马来不说，像你刚刚说，等你看到大家说，去马来种个，给看看的，中国那把说，其他把给看了，他可当家脚嘛是说了鸡，呀菜人就给的，等你去马来嘛是吧？嘛做这都种个样，给看看看的多了的，等你看个肉把他们看错了，这谁的？呀。阿罗不把上做呢，通过来是就把做么的，可手型的是哪型的嘛？呀呀，哎呀，对的，多少送没送？多少送没送？我说吧这个，呀，哪个在空？就这一来推荐了那你听了过个什么？他听没说，这上去年的话说过。拉说阿米嘎嘎，真的，呀，他2年了就记不住。真的，大家中间了，他就，那就走。他大把这个事儿干给你。啊，这个啥？在讲说啥的？在讲说啥的？啊，那个呢？说搞那个打牙祭哦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从曲水出发到大直县。大直，我们来喽！大直街啊，大起来！兄弟们，到大直去了哦，大起来！今天拍了，今天就给你们发货啊！来，现场打包，现场给你们发啊！现场打包，现场给你们发，兄弟们，你看，这全部是库存啊！来，兄弟们看一下啊！
这全部都是啊卫生纸，来看看，包装一定要好好包啊！你看一下，几十个人在这里打包，你们也休息一下吧啊，不要那么拼命了啊！你看，现场打包，现场给你们发，真的，你看。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下啊，最后兄弟们，最后50单啊，最后50单兄弟们，今天拍的，今天下午发不走的话，明天早上就给你发啊，36包啊，现在你看一下，全部都是卫生纸啊，你看，到卫生纸了，看吧这没有，就那么他的上的，看吧这没有走的，这就看吧这他。吃的干不吃的，可把这老王啷个在这儿，热给这个那么的大点了，也难那下这口，在这里那蘸肉了，我们是没到在可把在这的，告诉打了，讲那看着过来，讲这里嘛好嘛的吃的跑过来的，几把跑走跑给，走，别走。人怎么想去？记不记得了？可能就上什么有？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到领着摩托线喽，扎西的嘞，哎。钢筋吧，也是里搞到浪潮啊，就没比门的钢筋吧。把菜的跟着切动，想起外婆的没比。